他是一个时空穿越者，只需一张照片，他就可以穿越到拍摄者的身上，经历他拍摄照片后的一小段时间。而这次，他穿越到了一名拳王身上。我是拳王了！他从未如此兴奋，可还没叫几声，他就遭教练制止。教练提醒他应节省体力，应对接下来的比赛。他愣在原地，原来他拿错了照片，本应是拿赛后的，却拿了赛前的。这意味着他必须替拳王打赢这场比赛。这是时空穿越的铁律，他的穿越并不代表他能为所欲为，他必须把拍摄者做过的事情再做一遍，不能改变过去的重大节点，因为一旦过去面临巨变，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，酿成巨大灾难。程小时本可以撤离照片，但他在原有时空接应的搭档陆光突逢意外昏迷入院，以至于在陆光回来之前，程小时必须困在拳王的时空里，而且还要替拳王打赢这场比赛。拳赛开始，程小时迅速感受到拳击手的压力，疼痛、混乱，还有恐惧。他是拳王的铁杆粉丝，但他并没有实战经验。好几次，程小时都被打趴在地上，在打不赢又不能输的困境中来回折腾。所幸拳王的体格比他自己的强许多，无论如何疼痛紧张，他都能奇迹般爬起身来。程小时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对手，但从小身为拳王的铁杆粉丝，他早已在自己的时空看过这场比赛无数遍。他知道拳王在前期一直挨打，和他现在一样，只是拳王捕捉到了一个关键时刻，一个对手因过度消耗体能疲惫，不慎露出破绽的时刻。程小时一直崇拜拳王的，并不是他多么出色的无伤技术，反而正是他苦练的体格，从不服输的精神。而这，程小时也希望自己拥有。最后一回合，当时的情况是呢，李维成猛烈进攻，双海艰难防守。小时，这有谁看过这场比赛？你看过太多遍了。小时，你看过这台比赛100遍了，知道怎么赢的。沉寂了一场的双海终于反击了，就这样继续比。好机会，打！双海反击了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拳拳到肉。程小时抓住了记忆中那关键一击，他像自己的偶像一样 KO 了对手。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人人都为他喝彩，但没有人知道程小时此时的心里感受到的是什么。他不止打赢了比赛，他还守住了原定的结局。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就像这个世界的守护者，这一直都是他的梦想。我捍卫了历史，我捍卫了我的偶像，我拯救了全世界。不过，打赢比赛后，程小时的任务才刚刚开始。他穿越到拳王身上，其实是为了6年后来自拳王的一个委托。6年后的程小时借自己和陆光的能力，开设了一间时光照相馆，担任时光代理人，去替一些对过去有遗憾的人解开心结。而已经功成名就的拳王双海，正巧精神一直受困于6年前的一场拳赛。在那场比赛中，他遇到自己从未赢过的对手，也是他从小到大一起练拳的兄弟。当时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而且很快陷入绝境。眼看自己即将出局，兄弟却莫名的笑了笑。突然发现了一个破绽，他出了一个慢半拍的后直拳。这个低级错误给了双海破局的机会。他抓住他，击倒了自己的兄弟。他赢了，却不为之高兴，反而心存疑虑，一直到6年后都耿耿于怀。我总觉得扭转比赛的那一拳是他故意买给我的破绽。双海曾在一场拳赛结束后，看见兄弟与赌盘老板在一起商讨什么，当时的他没有在意，可后续觉得也许这其中有鬼。
于是他委托时光代理人帮他调查过去的真相。陆光向双海索要这场拳赛结束后他亲自拍摄的照片，全网给的就是程小时穿越错的照片。打赢后，程小时的任务终于开始。他提前进入双海的兄弟和赌盘老板会面的杂物间，把自己关进柜子里。果然不久，那两人就到来了。在他们的对话中，程小时确定6年前那场总决赛，双海的兄弟的确打了假拳，因为当时他和双海的赔率是1比6，只有他输给双海才能还清欠赌盘老板的高利贷。调查任务有惊无险的结束了，陆光平安归来，程小时也顺利回到现在。可双海知晓结果后，状态变得特别不对，他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打假拳，那是他从小在孤儿院认识的哥哥。哥哥名叫郑重，他们还有一个情同至亲的妹妹红豆，3个人感情深厚，经常在一块儿。哥哥讲义气，听说拳击馆的小孩抢了妹妹的钱，就带着双海冲进拳馆开打，直到把钱抢回来。也因为讲义气，郑重年纪轻轻就成了甜品店小孩的大哥。可他从不占小弟便宜，钱不够就只买1碗红豆与圆冰，第1口给妹妹，第2口给弟弟，自己最后吃。后来兄弟俩被拳击馆老板看中，成了拳击馆的学徒。郑重天赋好又刻苦，稍微长大一些就能打败比自己强壮的师兄，而双海还只能当郑重的陪练。面对哥哥的出击，双海习惯防守不还击。郑重教育他不要因为兄弟情放水，唯有在台上使出全力，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后来天赋极好的郑重被顶级团队看中签约，当知道对方只签自己不签弟弟，就提出把自己的工资分成2半，1半留给自己，另1半都给弟弟。在郑重的担保下，天赋不佳的双海也进了拳击里最好的圈子，所以双海相信郑重不可能为钱做伤害荣誉、伤害情谊的事。可如果做了，那必定有难言的苦衷。应双海要求，2人组接过双海新给的照片，那是兄弟2人的合照，由郑重在总决赛结束后拍摄。借助这张照片，程小时再次穿越，变成郑重。此时陆光已经通过自己读取照片的能力，知晓了郑重打假拳的真相。可他没有要程小时出来，反而要他继续跟随郑重原路线行动。程小时便跟随陆光的指令，走进高级服装店，选购了很多女装、首饰，还刷完了2张银行卡。他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商城，像是要会见女朋友。后来陆光还让程小时走进一个地下场所，偷偷买下了1小包白色粉末，这些药看着像违禁品。程小时判断郑重应该是染毒了。我直说，这个人渣还真是5毒俱全。陆光没有接话，只吩咐程小时买1碗红豆与圆冰，带去医院探望一个人。然而刚到医院，程小时就撞见了赌盘老板。这个人将他拉进楼道，要挟他继续为自己打假拳。透过他的只言片语，程小时找到了郑重打假拳的原因，是为挽救重病的妹妹。至于手上那包白色粉末，也只是为红豆找偏方。愣神之际，甜品店的小弟找来，说红豆做完手术醒来了。程小时连忙赶过去，在病房里不停展示买给红豆的礼物。可红豆怎么都提不起兴致，唯独看见哥哥端上小时候最爱的红豆与圆冰，才露出笑容。他现在很累，一直都想吃一口甜的。程小时提议，不妨把双海找来，告知他生病的事情。红豆拒绝了，他再三请求哥哥保证，别让训练吃紧的双海知道他的病情，为他担心。两人谈了很久，直到程小时起身离开，他在走廊里才走几步，就听到刺耳的急救铃。医生护士齐齐冲向红豆所在的病房。程小时慌忙返回，看到红豆的床边拉上了窗帘，妹妹走了。哥哥倾尽所有，还是没救回她。唯有买回来的红豆与圆冰，填补了妹妹离世前的遗憾。而这是原本的郑重没有买的，也是陆光让程小时留下改变的唯一一点变量。给一位逝者带去临终的1碗糖水，它不属于过去任何重大节点，红豆吃了还是会逝世，但它自有无限的意义。穿越结束的第2天，2人组将完整的调查结果带给了双海。郑重的确如双海所说，
名誉、地位，这份关爱这么沉，这么重。可这些年，他又为他们做过什么？他害怕哥哥不会原谅自己，其实是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，也不敢面对哥哥。双海失声痛哭。我是觉得我根本不是个人，我畜生，你知道吗？由于酒喝太多，双海胃里翻江倒海，他匆忙起身跑去卫生间，离开前还特意嘱咐二人组留下，不要离开。这位拳王非常的孤独，望着自己的偶像，程小时心里酸酸的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他都不知道，原来叱咤风云的拳王在濒临破碎的情谊面前，竟是这般无助和迷茫。他很想推双海一把，可是他能怎么做呢？程小时抓破脑袋也想不到好主意，手机却不适时的响起，是自己姐姐打来电话，说她已出差回家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陆光有了主意。这时双海回来了，他招呼两人务必将桌上的酒全部喝掉，自己却瘫倒在沙发上，不停说着胡话。谁啊？恰巧门铃响起，小弟打开门，未料来人竟是郑重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对你寒透了心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屁大点事儿就把你击溃了。双海直愣愣地看着，见郑重嘴上说着讥讽的话，实际句句安慰。他红着眼走上前，一遍遍向哥哥道歉，似要抓住眼前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把濒临破碎的情谊全部修补。哥哥却在此时拍拍胸脯，直言没有什么能重过兄妹三人的感情。就是这样短短一句话，打破了双海心里的怯与怕。他放下自己的坚强，嚎啕大哭，紧紧抱住哥哥，仿佛重新找回糖果的孩子。郑重不停安慰双海，话落还冲二人组使了眼色。程小时疑惑地看着这一切，但他觉得郑重的眼神十分熟悉。郑重安慰双海的那些话，他越听竟越发耳熟。他震惊地看向陆光，陆光一脸淡然。原来兄弟俩重逢的情景是未来的二人组有意为之。原本喝酒的时候是晚上10点，陆光交代程小时的姐姐去郑重所在的红豆冰室，请郑重为自己拍张照片，再发给他们。晚上11点，二人组回到照相馆打印照片，程小时发动能力变成郑重，回到了晚上10点，然后他附身郑重，主动前往双海家和兄弟抱头痛哭。有些深重的感情矛盾就是这样，明明可以和解，但就是需要一个人先提起勇气。经此一穿，他们俩的心结应该也解开了吧？第二天，双海酒醒，开车冲到照相馆，他将昨天的和解当成一个梦，告诉了二人组。他不敢相信郑重真的会原谅他，却也因为这所谓的梦，接受了程小时的劝解，找回了向郑重解释的勇气。而此时的郑重并未拥有昨晚程小时附身的记忆，还独自一人落寞地蹲在海滩上。他不认弟弟，其实是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影响弟弟的前途，但他如何不希望和弟弟重归于好呢？这片海滩是兄妹三人过去看流星雨的地方，那时红豆还很健康，兄弟二人的梦想才开始。他们轮流分享美酒，提前感受出人头地的快乐。说笑间，红豆从包里拿出便签，将纸笔分给两个哥哥，嘱咐他们在流星到来前写下各自的心愿。干嘛？郑重看看双海，划去了成为拳王的心愿。接着看看红豆，你干什么？给我看一眼。各写各的，不许偷看。又划去了迎娶红豆的心思。最终挥笔祈祷弟弟妹妹心想事成。如今多少年过去，心愿空了一半，妹妹不在了，弟弟也不愿见她，他只能蹲在沙滩上安静地啃手里的苹果。本以为这辈子只能这样，不曾想转过头还能看见以为不会再见的人。那天他从监狱出来，在冰室前喝了一夜酒，因为没看到兄弟接自己出狱，他以为自己被放弃了。可如今弟弟不仅来了，还红着眼对他说对不起，请他原谅。听到弟弟的道歉，郑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。这一次他终于能笑了，这一次他们总算能像从前一样用力拥抱彼此。其实郑重何曾怪过双海，他只是害怕对方不再需要一个坐过牢的哥哥。当人找到了最珍贵的情谊，再坚强的也会因为隔阂变得小心，变得脆弱。因为有误会不澄清，有心结没能及时说开，
他们就在猜想与隔阂中纠结了6年，遗憾了6年。所幸时间磨不去真挚的情谊，时光冲不走相互珍惜的人们。郑重、双海、红豆，他们3人的感情就像摆在桌上的3张便签，会穿越时空，跨过所有物是人非的惆怅，用真实存在的心意连接彼此。于是往后10年、20年都不会轻易走散。就你跟我，咋的了？怕输了丢不起人啊？我是怕传出去说双海欺负老弱病残。5年了，不会认为还真能打得过吧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这5年我可没闲着，每天至少600个俯卧撑，这场拳在我脑子里面打过无数遍了。来吧，来。